第一線係大中華區領先嘅電信中立網絡服務供應商。1999年成立，總部喺香港，係世紀互聯集團全資子公司。公司專注為全球企業提供一站式雲網安融合解決方案，包括智能網絡架構、全球節點佈局、跨境專線、雲原生算力同 SaaS 安全架構等。第一線喺全球有幾多個網絡節點？第一線喺全球運營超過200個網絡節點，覆蓋東南亞、歐美同埋一帶一路國家，例如阿聯酋、迪拜、墨西哥等等。